当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糟糕的人权记录提出批评的时候，中共总是回应说不要干涉他国内政。而从刘纯义参选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海外是不择手段的寻找并且扶持他的代言人。现在已经不仅是侨团，甚至触角已经伸向了美国的公职人员。那么下面这则消息呢，还是有关中共的涉外事件。据土耳其的媒体报道，土耳其特使乔拉扬在乌鲁木齐机场遭到了中共警察的检查，土耳其特使为此大为恼火。那么土耳其特使是在什么背景之下进行的北京和乌鲁木齐之旅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在新疆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土耳其总统访问北京，途中在乌鲁木齐停留。据路透社报道，陪同他的一个工商访问团与中方签署了30多亿美元的贸易合约。新疆7月5号流血冲突之后，与维吾尔人在种族、语言、文化及宗教关系密切的土耳其人对中共反应激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民众压力下于7月9号发表谈话，形容中共在新疆的行动几乎是种族灭绝。同时，土耳其工业部长也呼吁土耳其人拒买中国货。面对土耳其的激烈反应，中共当局向大陆百姓营造了强硬形象。人民网登载《环球时报》文章，指责土耳其总理说三道四，同时转载网友文章批判土耳其总理。中共持续用主权概念混淆土耳其关心的人权问题，但土耳其周刊说，土外交部10号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土耳其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中共派出特使到安哥拉对新疆事件向土耳其政府进行通报。特使宋爱国说，他对土耳其希望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进行调查的要求给予了乐观答复。8月底，土耳其总理的特使乔拉扬应邀访问北京和乌鲁木齐。中共外交部声称，土耳其特使为修复土中关系而来，却只字不提中共特使宋爱国答应土耳其到新疆调查的要求。土耳其特使在结束对乌鲁木齐的考察之后，正准备乘飞机离开时，遭到了中共警察的无理检查。土耳其特使大为光火，尽管中共外交官已多次道歉，土耳其特使仍然不依不饶。他声称，我仍要求我们的外交部和土耳其驻北京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送交备忘录，以阐明我们的敏感和立场。文汇报报道，中土两国签署了巨额的商业合同，是中共牵制土耳其的王牌。到底这些经贸合同中，土耳其得到多大的好处，仍然不得而知。土耳其跟中共的关系进一步交恶也是不争的事实。新疆事件之后，土耳其一改之前拒绝发签证给热比亚的政策，土总理埃尔多安亲自承诺向热比亚发放签证。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近期引述土耳其军方人士的话，土耳其将不会购买中国制 HQ-9的对空导弹，可能转而选择美国导弹。新唐人记者赵培、黄荣综合报道。